李清流，救我！处理干净。是。你去哪儿？你都没有听见叫声吗？许是喜神的声音吧？是龙傲一，我得出去看看。今日你我大婚，你不许走。我一定要出去看看。你去哪儿？即便是你今日娶了我，你心里还是没有一点我吗？我苦苦痴恋你多年，时时的为你着想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阴城的时候日日和他在一起，到了长安又把他迎回府上，这些我都可以不说。今日你连合金酒都没有喝，你却要丢下我离去，你是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吗？是我今生负了，对不起。李清流，德妃生前痛恨你们所有皇子，你以为他为什么没有对你下手？我安排在你府里的内应，除了监视龙傲一的行为，还要日日检查你的吃食。他倒掉的毒汤，可不止这一碗。你要走可以，喝了这一杯。杏儿，你要干什么？茶里有毒，喝了你走，不喝就留下。你太恶毒了！啊，清流！从此以后，我李清流和杜小贤情义散尽，两不相欠。李清流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来人呐，保护太子！走。保护太子！杜家妇女企图谋害太子，进屋外拿下他们！拿下！谁敢？